立即舒緩焦慮引導冥想練習。首先，我哋會嚟個靜心呼吸2次，然後我會引導你將注意力拉返去你嘅身體上面，等你頭腦嘅焦慮有時間暫緩一下，之後就可以用平靜嘅心去處理事情。準備好未？準備好嘅話，就首先用鼻深深平穩咁吸一口氣，然後用口慢慢呼出，再嚟一次深深吸氣，感受空氣進入你嘅肺部，然後用口完全呼出，讓緊張隨住呼吸流走。而家等我哋安頓落嚟，從頭腦嘅習性反應轉回到身體嘅感受，等我哋嘅腦袋可以休息一下先啦。你喺呢一度係安全㗎，喺呢一刻你嘅身體被支撐住。試下可唔可以將你嘅注意力帶去你嘅腳度先呢？喐下你嘅腳趾，輕輕咁將佢哋壓向地面，好似想象下有啲鬚根咁樣，由你嘅腳趾向下伸展，好似樹根咁樣，令你變成一棵穩固嘅大樹咁穩定。而家將注意力向上移到你嘅小腿，再上到膝頭哥、大髀，慢慢用注意力掃上你嘅腰部，再上到你個肚臍。留意下你每一次呼吸嘅時候，你嘅腹部係會起起伏伏咁樣嘅喎。保持呼吸，你每一次呼氣都可以將呢一啲部位放鬆。留意下，當你容許你身體放鬆嘅時候，你身體係會點樣回應你㗎？好好，繼續慢慢深深咁樣吸一口氣，將注意力由肚部上到心口，感受下心口都因為呼吸而有喐動。當你呼氣嘅時候，你可以試下讓你嘅膊頭放鬆，遠離你嘅耳仔，你可以左右扭下你個膊頭，將啲緊張同埋壓力嘅粒粒磨平佢啊！幻想一下呢啲緊張感、焦慮感沿住你嘅膊頭，由手臂流落去，流到上臂、手背、掌心，再由手指尖流走啊！而家留意下你塊面，有冇發覺你個下巴放鬆咗啊？對眼柔和咗，個額頭平滑咗，眉心嘅繃緊係咪好似少咗咁啊？每一次呼吸，
身體都會揾緊佢自己平靜嘅節奏。如果你鍾意嘅話，可以用手指輕輕咁捽下眼尾附近嘅肌肉，或者拉下耳仔上面髮線嗰啲位嘅頭髮，掹下佢輕輕。又或者你個頭部有冇咩位置覺得有啲緊緊地嘅話，都可以輕輕咁按摩一下，將焦慮捽散，將呼吸放慢，輕輕咁樣用手指尖拍下眼仔附近嘅皮膚，等血液循環下。繼續捽下個頭，按摩下個耳仔，拉下啲髮線，拍下嘅眼仔附近，幫自己舒緩焦慮。如果有咩諗法或者擔憂出現喺你嘅腦海度，好正常㗎。你只需要輕輕咁承認佢哋，然後想象將呢一啲諗法或者擔憂放喺一塊樹葉嘅上面，然後將呢一塊樹葉順住一個溪流輕輕咁飄走。係啊。喺你個腦海裏面，你可唔可以幻想有一條溪流，然後有啲樹葉飄下飄下？呢一啲樹葉有一啲係有你嘅諗法或者擔憂，有一啲係冇嘢嘅。你就望住呢一啲樹葉自己飄走，而你所需要做嘅就係返去你嘅呼吸嗰度。吸氣，呼氣，此時此刻，放慢咁深深呼吸，幻想呢一啲樹葉喺度飄走，等你嘅神經系統修復、恢復平靜。而家默默咁同自己重複以下呢幾句說話，係講俾你自己內心潛意識聽嘅溫柔肯定句。記住啊，你嘅潛意識係唔會識分真假，你所有講俾身體嘅說話都會照單全收，所以你可以跟住我講，去調理返你自己嘅頻率。你可以用聲講出嚟，又或者心裏面默念，都同樣有效㗎。準備好啦嘛？嚟咯喎！喺呢一刻，我係安全嘅。隨住每一次嘅呼吸，我都會變得更加平靜。我嘅身體知道點樣放鬆。就算喺而家呢一刻感到有一啲焦慮，我都有方法讓自己平靜。
我愛自己，我有能力解決問題。我懂得用冥想練習去先回復心平氣和。用少少時間感受下你而家身體嘅感覺，同你開始之前有冇乜嘢唔同啊？你有冇覺得輕咗少少，放鬆咗少少，踏實咗少少？呢一份平靜已經喺你嘅身體裏面啦，你可以隨時揾返佢返嚟，只需要停一停，呼一呼吸。好好，你可以開始將溫柔嘅動作慢慢帶返你嘅身體，嚟返你嘅現場呢一度，喐下你嘅手指同腳趾，用圈圈咁轉下你嘅膊頭、腰部、手手腳腳伸下懶腰咁，再深深吸多一啖滋潤嘅氧氣，然後嘆出嚟。當你準備好，你可以輕輕咁擘返大對眼，留意你而家嘅平靜，將佢帶嚟接下落嚟發生嘅任何事上面，願你嘅人生道路上更加輕鬆自在。